我操！我能一拳砸飞鲨鱼，这就是水灵珠带给我的超能力！我靠！还能在水里呼吸，这也太爽了！这么大一只青蟹，最少有2斤重，这要是卖钱，少说几百块。有了水灵珠，以后还卷屁呀！我直接驾驭全球海洋，走上人生巅峰！发现可契约目标，巨源青蟹。我去，还能跟大青蟹签署契约？恭喜宿主成功契约第1只宠物巨源青蟹。宠物不能吃啊！主人别吃我，我带你去找好货。主人，您搞快点儿！隔壁的黄油蟹味道比我更香醇，价格也比我贵。我这就带您过去端了黄油蟹的老窝。黄油蟹1斤能卖好几百呢，发财了！我操，全是黄油蟹！哪里跑？没有背篓，还好系统自带空间，给我收！老大，别光顾着抓小的，蟹王在礁石下面。我操，这蟹王至少有3斤，成精了吧？元神一穷2白，渔船也被撞毁了。我得尽快把黄油蟹卖了换钱，不然明天连饭都吃不上。川子，川子，你跑哪儿去了？1天1夜不见人影，我跟我奶都快急疯了。赵刚，原生的发小。我就是去赶海了。川子，你运气也太好了，这黄油蟹罕见的很啊！走，卖蟹去。董三叔，收黄油蟹吗？收啊，这可是好货。3村里干海鲜收购的，虽然偶尔缺斤少两，但对原主没少帮衬。这批蟹卖给他，价钱应该不会太压我。这一整筐全是黄油蟹，还有蟹王3斤1只呢。董三叔，您给估个价呗。川子，这么多黄油蟹，个头还这么大，别在收购站卖了，那是坑你。那去哪里卖？咱们骑3轮车到镇上鱼市去卖，要是让酒店的看上，能多赚好几万呢。哦这犄角旮旯的地方可以吗？川子，你别小看这小鱼市，镇上市里的大小14都来这里进货。你小子是撞了大运，根本不知道黄油蟹在这鱼市里的威力。看我的！黄油蟹上打捞上岸的极品黄油蟹！我的天啊，一整筐黄油蟹，起步200-3001斤，这年轻人走狗屎运了！快看，那竟然还有一对蟹王，这2只起码都有3斤重，我在市里都没见过这么大的。300一斤，我要5只。300，你想屁吃！我出350，我拿10只。以后我就专门抓海信赚钱，比累死累活当牛马强。都给我让开！这不是元宏大酒店的采购经理吗？元宏，川子，那可是市里的大酒店。极品，罕见的极品，400一斤，连那对蟹王一起全包了，赶紧拿袋子装上。钱胖子，
抠死你算了。我们普通黄油蟹卖400也算合理。你想，400一斤买蟹王，做什么梦？董老三，你想清楚，除了我们元亨大酒店，谁还能一口气包圆？等你们送到市里，怕是这蟹都死了，卖不上价。这死胖子竟然想压价，想都别谁想！说没人能包圆？这是秦氏酒店的美女老板秦小雪。秦氏可是市里数1数2的大酒店，她怎么会亲自来这小鱼市？听说你这里有蟹王？对，每只都在3斤以上，还鲜活着。呀，这么大，市里拍卖会上最大的也才2斤半，你这直接破纪录了。这2只蟹王2000一斤，我们要了。至于其他的黄油蟹，我们1斤400，全部包圆。什么？2000一斤的蟹王？不愧是市里的大酒店，好大的手笔！2000一斤，这2只蟹王岂不是直接1万多？这次赚大了！秦老板，江兄弟，分我们几只吧！秦小姐，成交。合作愉快。2只蟹王6斤半，一共1万3，其他的黄油蟹一共50斤，总共算下来一共33000块。3万3，光是一个沙滩就赚了3万多。阿刚，把黄油蟹给秦老板打包好。好嘞。江川，我最近要招待市里来的客人，急需极品野生鲍鱼，你如果有，一定第一时间联系我哦。野生鲍鱼，我上岸的时候在岛礁附近看到过。川子，那边有一大片青口贝。主人，这些不值钱，前面可是有高级货。阿刚，别捡这些便宜货，等我抓好货去。这还不算好货，青口贝收购价不便宜了。我操，这么多狗爪螺，还有5头鲍，这可是稀罕货，这得卖多少钱啊？不错，秦小姐要的野生鲍鱼有了，给她看一眼。主人，岸上这些太小了，水下的鲍鱼更大，都在下面躲着呢。海底的更大，那得可劲儿抓。不过我能在水下呼吸的秘密，还不能让阿刚知道。阿刚，你就在这上面撬狗爪螺，我下海去看看有没有更大的。主人，这边我之前见过好多大鲍鱼。这么多鲍鱼，比岸上的大了1圈。岸上的差不多5头鲍大小，可是这些至少算得上3头鲍，甚至还有更大的，一只3头鲍至少500-600，这下发了。主人，我记得有个大家伙住在礁石缝里，他抢过我的吃的。还挺记仇。行，我今天就给你报仇。丁，检测到强烈灵气波，建议宿主迅速抓捕。灵气波动，我操！现在极品海鲜越来越稀缺，我把镇上所有海鲜收购站找遍了，光靠黄油蟹能撑住今天晚宴的场子吗？秦总，苏家大小姐来了。苏小小，她出身珠宝世家，是出名的高冷挑剔，她怎么提前来了？可晚宴的压轴海鲜收购到啊！秦总，苏小姐要是吃的不满意，咱们酒店的口碑可就砸了。江川发消息了，难道他找到了好货？狗爪螺、野生鲍鱼，看这个大小，至少有5头，简直是雪中送炭。江川，这些好货我全都要了。我操，这是鲍鱼，这么大，这他妈成精了吧！主人小心！
我操，有埋伏！这么大一条石头鱼，这玩意儿背上的刺可是有剧毒的，偷袭了我还想跑，乖乖被抓吧！给我收！好险，这东西长得丑，但是是极品美味，6斤以上的石头鱼，至少1000块1斤。妈呀！我2辈子加起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鲍鱼，果然富贵险中求。天啊！这是石头鱼，还有这么多大鲍鱼！我去，这鲍鱼比我巴掌都大！川子，这么大的宝贝你是怎么抓到的？有系统真爽啊！运气好而已。江川，打你好几个电话都没接，那些狗爪螺和鲍鱼我全都要。秦老板，照片上的鲍鱼没有？什么？没有了？你说好先卖给我的，我出双倍。秦老板别急，我是说，我抓了更大的。图片上的已经有5头鲍水准了，你说的更大的在哪儿？天啊，这么多大鲍鱼，至少是3头鲍，有几个已经接近2头鲍大小了。你竟然还抓到了石头鱼，这石头鱼多重？8斤左右。我做这行这么久，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石头鱼。那这个呢？这是野生2头鲍，我做酒店这行这么多年都没见过。江川，这些我全都要。这个最大的鲍鱼居然有灵力波动，我还没研究明白，先不能卖。秦老板，2头鲍不卖，其他的狗爪螺、石头鱼还有那些鲍鱼，等会儿我就给你送过去。为什么不卖？喂，江川，你把话说清楚。这2头鲍太罕见，拿来当晚宴的压轴，绝对能镇住场子。我必须得拿到手。备车，我要亲自去找江川。秦总这么急匆匆的，是要去哪儿？苏大小姐，我刚收到消息，有人抓到野生2头鲍，正好可以做晚宴的压轴菜品。我准备跑一趟。野生2头鲍，我收了半年鲍鱼珍珠，一个合适的都没收到。这么大的野生鲍鱼，孕育珍珠的可能性应该更高一些。苏小姐是全球知名珠宝设计师，江川抓到的野生2头鲍，真的会有珍珠吗？秦总，野生2头鲍难得，我也想去看看。好。川子，你简直太厉害了，又是这么多好货。回头我再带你抓。海货这么多，靠我一个人抓，累都累死了。阿刚和我关系好，人也踏实，叫上他一起发财，准没错。江川这个王八蛋不卖我黄油蟹，害得我被老板骂个半死。老天不长眼，又让他捞到了这么多大货，竟然还有那么大的2头鲍！不行，必须告诉老板一声，绝对不能让这小子好过。董三叔，我借您个3轮车送货。江川啊，你小子今天又弄到什么好货了？你们快看！我的老天爷，这么多3头鲍，还有这狗爪螺，真肥呀！还有石头鱼，这么大一条，这石头鱼怕是得有7、8斤吧？这是2头鲍，咱们村至少50年没捞着过这种大货，这得多少钱啊？运气好而已。对了，这些狗爪螺是阿刚捡的，董三叔你也有份儿。上次黄油蟹多亏了董三叔帮忙，不然卖不出那么高的价。阿刚也帮了不少忙，这一筐全当感谢他们。不行不行，川子，没有你带我，我哪找得到狗爪螺啊？江川，你小子别这样，这钱我不能要。亲兄弟明算账，没你帮着拿，这么多货我也带不回来。你要是实在觉得烫手，你们拿4成，以后咱们一起干。阿刚这小子算是跟对人了，他跟老董一人分2成，少说也得大几千啊。江川，太谢谢你了。川子，你对我太好了，我听你的。川子，上车，我带你去市里。去什么市里？这些海货直接卖给我！不行，川子，上次黄油蟹他就恶意压价。是啊，我凭什么卖给你？而且这一批货已经有主了。江川，你别给脸不要脸！
上次黄油蟹的事情是我们元恒酒店不和你计较，这次你还敢不给我们李少面子？好狗不挡道，让开！好你个江川，你给我等着！谁这么大口气，敢不给我李元恒面子？李少就是他，死活不肯卖给咱们酒店，他这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这是李元恒，果然是个暴发户，他是想仗势欺人。这么多好货，我操！竟然还有野生二头豹，这穷鬼运气怎么这么好？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行了，本少爷今天大发慈悲，这些货1万块钱我包圆了。1万块钱，这也太少了吧！光是那一筐狗爪螺，拉到市里都得卖1万了。二头豹千金难求，石头鱼至少7、8千，怎么都不止这个数。他是故意的。江川，别理他，上车去市里。老东西，这有你说话的份吗？江川是吧？今天这个货不想卖也得卖，在这1亩3分地上，我说收你的货是给你脸。想靠威胁低价拿货，想都别想。阿刚，我们走。给我拿货！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的要抢劫吗？老不死的，敢挡路！董三叔，我看谁敢动他！主人，我来帮你。啊！这个畜生，快把他给我拿走！这大清洗还挺有创意的。我倒要看看，你们谁还敢动我的货！该死，该死！江川，你小子敢得罪我元恒大酒店，我告诉你们，村里今年的海货全都别想卖出去了。通知下去，从今天起，元恒大酒店和旗下所有海产品公司全面封杀青龙村，他们村一条鱼、一只虾子都不许收。完了，元恒酒店一直是我们村海鲜的主要客户啊，它背后还有全市最大的裴氏海产品公司，这要是全都不收了，咱们怎么活呀？李少，您不能这样啊！大家伙靠海吃海，全指望海货活。你们这帮泥腿子，要怪就怪他不识抬举。该死，强卖不成，居然要连累整个村子。不过本少爷可以给你个机会，只要你现在跪下给我磕头道歉，把这些海货5000块钱卖给我，我就饶了你们整个村子。江川啊，实在不行就算了吧，你吃点亏，给他认个错，不然整个村子都要遭殃。是啊，江川，咱们斗不过这种有钱人的。这是江川辛辛苦苦抓的海货，怎么能贱卖？你强卖，还胁迫我们整个村子，凭什么？凭什么？就凭老子有钱有势，你们这些泥腿子靠着老子吃饭。江川，你可以不跪，但是全村人都得被你饿死。他只是用全村人的生计道德绑架我。他不收，我来收。秦小姐，她怎么来了？是哪个不长眼的敢跑来搅老子的局？李少好大的威风啊！强买不成，竟然用老百姓生计来要挟。我算是开了眼了。秦小雪，又是你，你又跟我抢货！我们秦氏从来只公平竞争，青龙村的海鲜，我们秦氏全要了。有救了！多谢秦小姐。太好了，秦氏肯出面兜底，青龙村能缓一口气，后面我就可以想办法打开村里海货的销路。你收了又怎么样？我们元恒只要在市里放出话，说青龙村海鲜品质差，吃死过人，我看谁会信你们秦氏。我信啊。苏大小姐，这种穷地方，您怎么会来？苏小姐，这里的海货又脏又差，配不上您的身份。我的货不好，那就让秦小姐和苏小姐看看吧。天哪，江川，这真的是极品二头豹！
江川，你把这2头豹卖给我吧，价格随你开。秦老板，其他的都可以给你，但这个不行。为什么？这鲍鱼的灵气引起了系统的反应，这灵气会不会是珍珠？我怀疑这鲍鱼里面可能有珍珠。珍珠？野生鲍鱼出珍珠的概率是1000万分之一。你该不会是听说苏小姐家里是做珠宝的，就故意玩噱头吧？就是，土包子想钱想疯了。江川先生，能否现在开这只鲍鱼看看？天啊，这怎么可能？天啊，我这辈子都没想过能看见野生的粉色星星鲍鱼珠。天啊，真的有鲍鱼珠！妈呀，川子牛逼，抓的鲍鱼都能开出大珍珠！天菩萨，这得值多少钱啊？这不可能吧？这小子走狗屎运了！开出来又怎样？鲍鱼珠比不上珍珠，肯定不值钱。苏小姐，这枚鲍鱼珠的价值能帮我鉴定吗？25毫米，这色泽，这大小，简直是百年难遇的宝贝。江川，我出100万，你一定要卖给我。100万？我去，这就赚了100万！我上辈子累死累活都赚不到一个零头，这也太爽了吧！动手！100万！天啊，川子发大财了！不可能，鲍鱼珠怎么可能价值100万？苏小姐，你千万别被骗！你这是在质疑我的专业素养吗？100万又如何？江川，你等着，我们元恒大酒店和裴氏海业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怎么办？他们有钱有势，之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大不了跟他们拼了。光靠我一个人抓海货的数量有限，不如带着乡亲们一起发财，正好可以实现规模化供货。到那时候，元恒和裴氏根本奈何不了我们。乡亲们，事情因我而起，那我也不能坐视不管。如果大家愿意，往后我来带大家捞海货发财。江川，带我，送我一份。小川啊，不嫌弃董三叔的话，就带上我吧。秦老板之前说收购我们青龙村的海货，还算数吗？没问题，我们可以签合同，但是你捞到的好货得优先供应我们秦氏酒店，我给你10%的技术入股。成交。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滚回去想营销方案，绝不能让秦氏得意。天啊，这么大的黄油蟹，这可是好东西啊！妈呀，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2头豹，这成精了吧？家人们谁懂啊？这么大的海货，我做了这么多年探店都没见过。这2头豹是已经宰杀过的，谁知道是不是野生的？你们是不是用养殖的冻货骗人？真的假的？它真是养殖的冻货吧？各位，这2头豹确实是今日捕捞的。之所以宰杀，是因为这2头豹里孕育了稀世珍宝。天啊，这2头鲍鱼里面有珍珠！苏小姐，我要预定这枚鲍鱼珠做的珠宝，谁都别和我抢！我出收费，这2头豹能孕育珍珠，必定大补。这鲍鱼我要了。秦总，预定电话打爆了，未来1个月包间全满。太好了。你个废物！不是让你找人去秦氏带节奏吗？为什么秦氏还那么多人？李少，裴总有请。废物！秦氏今天出尽风头，元恒营业额跌了80%，你还有脸回来见我？裴总，都是那个叫江川的小子，弄来了极品海货，但不肯卖给我们。运气好，海里的东西谁捞到就是谁的，他去哪儿捞，你就带人跟去抢。龙腾商会何会长即将来视察，何会长最爱海鲜，如果能拿到极品好货，我们就能让秦氏和纳江川彻底完蛋。丁，检测到宿主吸收足够灵气，水灵珠系统进化完毕，宿主可契约宠物数量增加到3个，每天可凝聚10滴精液。难道是刚刚开珍珠的时候获得了灵气？可
契约宠物数量增加了，还有这个金叶是什么？主人，好香好香！主人，能不能给我尝一口？难道这对大青蟹有好处？给它尝尝看。这金叶可以让宠物进化。主人，我变强了！川子，你快看新闻，秦氏酒店直接火了。据悉，罕见二头豹现身秦氏酒店，珠宝世家千金喜获100万鲍鱼珠，成为当日热点。川子，你现在可是秦氏的股东了，咱们村有盼头了。江川，你在哪儿？酒店的座位都订到下个月了，快给我搞点狠货！这么急？昨天送过去的货还能撑多久？客流量太恐怖了，最多撑过明天一天，后天要是断供，秦氏的招牌就砸了。走，叫上董三叔，咱们准备出海。木船20万，钢制大船150万，玻璃钢渔船300万。钢制大船和玻璃钢渔船，我现在的现金还不够，先搞个木船用吧。木船还有现货吗？现在现货只有钢的和玻璃钢的了，木船要3天。3天，这也太久了。秦总明天就断货了，光靠赶海根本凑不够那么大的量啊！没有船就出不了海，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秦氏断供？等等，出海的船我有办法。这是村里的狗老二，前几年他还在没了腿一直打光棍，他来做什么？江川，出海的船我借给你，你拿去用就行，不要钱。这可不行，高二叔，我怎么能白用你的船呢？要不是你联系了秦氏，村里海货怕是要断了销路。你愿意带村里人发财，给我们活路，我怎么好意思收你的钱？二叔，谢了，但这船我租，亲兄弟明算账，你家也得过日子。不行，不行的，以后我买大船，带大家赚大钱，这钱你必须收。好人有好报，船也解决了，这次我一定要捞点狠货，带着乡亲们赚大钱。终于出海了，不过船还是太小，只能在近海。小川，你后面需要的渔获量越来越大，光凭这船上的手抛网肯定忙不过来，得想办法买一艘大船才行。好船太贵了，船坞里最好的玻璃钢船，上面有现代化设备的那种，至少要300-400万，我这辈子都买不起。要买船就买最好的，300-400万对于上辈子来说遥不可及，但是对现在的我来说，就是个小目标。19宫价值不错，而且珊瑚缝里可能还有大龙虾，争取这次就把船给买了。董三叔，上次那片珊瑚礁有大批19宫，这次人手够，咱们把它都捞了。右转舵，起航！李少，江川带了2个人出海了，开的是狗老二的破木船。破船也敢截我的湖，我们开船跟上。咱的网比他大10倍，直接包圆。江川啊，江川，敢得罪我，我要让你连根海草都捞不到。回头何会长来，看你们秦氏怎么办。董三叔，阿刚，我下海看看舆情。小川，你千万要小心，这里比不得岸边。知道了。我先下来看看有没有好货，还有找找有没有能契约的宠物。这小东西有点凶啊！发现可契约目标雀尾螳螂虾，是否契约？契约，雀尾螳螂虾号称海底拳击手，虽然体型小，但是攻击性强，非常凶猛。我用金叶培养一下，说不准能进化成大家伙呢。恭喜宿主成功契约雀尾螳螂虾。从此以后，你就叫铁锤吧。
煮烟，好吃，铁锤要变得更强。好家伙，这名字我起对了，这恶族怕是连钢铁都能砸穿。主音，前面有好多大鱼，铁锤带你去。果然在这里，可以开捞了。前面有19宫鱼群，董三叔、阿刚抛网。不好，快闪！就凭你们这破船，也想捞大货？钱胖子，船不跟船，网不套网，你们懂不懂规矩？你们故意的吧？这大海又不是你家的，管天管地，管得了我们在哪儿撒网吗？老子有钱，老子船大，就算是故意的，你能把我怎么样？好，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捞得上什么。李总，前方珊瑚礁区有超大鱼群，发财了！江川这小子运气真不错，不过都便宜了我们。裴少，我们已经发现了超大19种鱼群，这次我们绝对不会给您丢脸。我要让江川这小子血本无归。不错，这次接待何会长的事情不容有失。准备下网，把底下的鱼全给我捞空，一条不留。胖子，他们的网那么大，咱抢不过呀！这世道，船小就得挨欺负。明明是我们发现的鱼群，这下全白干了。别急，总有办法的。想抢我们的渔获，做梦！正好契约了新宠物，让他们尝尝铁锤的厉害。铁锤，去把他们的网给撕了。遵命，保证完成任务。不光要弄坏他们的网，还得保证鱼到我们网里。可这要怎么办呢？主人，用金叶打窝，那些鱼根本抗拒不了。对啊，我有金叶。董三叔，阿刚，不管他们，就在咱们船舷旁边撒网。可是鱼群在他们那边，我们这边没多少鱼啊。听小川的，咱们下网。不是吧？就凭这小渔网也敢和我们抢？笑死个人！这小渔网能抓几条鱼？你们这次死定了！笑吧，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死定。有鱼了！哇，船子救我！就是现在，收网！我操，这么多！小川，你也太厉害了，一网就爆网！继续捞，下面还有很多。该死，该死！他凭什么能捞到鱼？李少，咱们网比他们的大，鱼肯定多。物以稀为贵，我们鱼多，他们的鱼货就不值钱。给我收网！我要把这乡巴佬给比下去！不可能！怎么一条鱼都没有？这不可能！刚刚声呐显示都是鱼啊！笑死人了！那么多设备，连一条鱼都没捞上来，太废物了吧！给我继续下网！我就不信这个邪！完了，我们的渔网破了！坏了，鱼全都跑到他们船底下去了！给我冲过去，把他们撞翻！这些渔获都得是我的！他们要撞船！主人别怕，交给我！
什么情况？不好了，底层破了，水漫进来了！什么？这不可能！快给我堵上！李少，底舱破了个洞，水泵抽不及了，再不走这船要沉！见鬼了！那破船没事，我的船怎么会破？快转舵，立刻返航！李少，一条鱼没捞着，还搭进去一艘船，回去咋跟配上交代啊？闭嘴，保命要紧！江川，你给我等着！就这点胆子也敢来截胡？哈哈哈哈哈哈！看他们那熊样，川子你真神了！他们那么大的网，一条鱼都没捞到。小船这是有龙王爷保佑啊，网里还有鱼，咱们赶紧收网。这么多，这足足有几百斤，得卖多少钱啊？这趟少说卖20万，加上之前的100万，差不多能买大船了。不好，起大浪了，这小船扛不住，快撤！满载而归，咱们撤！救命！救命！有人落水了，在那边，董三叔，我们过去。小船浪太大过不去，船会翻的，川子不能去，船要是翻了会出人命的。我能在水下呼吸，在海里死不了，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必须得救。川子！喘不上气了，我难道要死了吗？不好，他好像溺水了。算了，救人要紧。这么汹涌的海浪，他这是在救我！别怕，有我在，不会让你有事的。川子水性牛逼，这还捞上来一个大美女！天啊，这海浪还能救人过来，小船简直是龙王爷转世吧！开船，那边大浪要过来了！刚刚为了救人冒犯了。谢谢，我是何锦绣，救命之恩我一定重谢。我本想来清江市实地探访渔业，结果游艇触礁，差点丢了命。这年轻人在风浪里如履平地，绝非普通渔民。主林，发什么呆？下面珊瑚礁里好多大龙虾爬来爬去。龙虾，硬通货，这不得去看看？董三叔，先停船，我下海看看。我感觉这块说不定有好东西。江川，你体力还行吗？美女问体力，那怎么都得行，何况我根本没费力气。没事儿，海里跟我后花园一样，我怕什么？果然有龙虾，这次赚翻了。主人，这里还有大货！妈呀，竟然有1米长的触须，这龙虾得多大个？必须把它抓到手！我操，这也太大个了！我本来以为我抓到的这几只算大货，结果在他面前就是个弟弟。我去，好猛的力气！虽然比力气我肯定不会输，但是他缩在洞里不出来，我伸手进去掏，只怕会受伤。主人，交给我吧，我体型小，直接冲进去把他打晕就好。不行不行，市面上龙虾只有全须全尾才值钱，万一打伤了甲壳，打掉了触须，可就不值钱了。那主您，我们一起把这个珊瑚礁打碎，这样它就藏不住了。怎么满脑子都是暴力？万一珊瑚礁把龙虾砸死了呢？岂不是亏大了？那怎么办？大龙虾又不会自己游出来。对啊，我可以用金液打窝，让它自己游出来。
正好，大的小的我一起抓。主人，他真出来了！就是现在！10几分钟了，川子咋还不出来？会不会出什么事情了？他没带专业设备，下去遇到危险可怎么办？都怪裴氏和元恒大酒店那帮王八犊子，不然阿川怎么会那么拼命？元恒大酒店、裴氏海业，他们干什么了？川子要回来了！董三叔、阿刚，过来搭把手，这家伙太重了。我操！这是龙虾！这不可能，这是1米长的龙虾王！1米长的斑斓龙虾王，简直是神物！小川，你这是下了趟龙宫抓来的吧？运气好，正好看见了。天啊，你这只是运气好，那我们还活不活了？这么大的龙虾得多少钱啊？我之前在宴席上只见过半长的蓝龙虾，但也炒出了20万的价格。可和这一只比，根本不够看，这是无价之宝啊！几百斤19公，还有龙虾王。小川，这次回去，你就能买得起那大钢制大渔船了。钢制大渔船可以去远海，玻璃钢的更结实耐用，说不准再攒攒，就能买玻璃钢渔船了。走，我们回村。李少，咱们这趟不仅1毛钱没捞着，光修船就得砸进去大几万。裴少要是问起来，闭嘴！就说遇到暗礁了。刚刚风浪那么大，这大船都出了事，江川他们怎么还不见回来？我看，怕是他弄坏了我们的渔网，遭报应了。就那个小破船，说不准直接被浪打翻了。你们胡说八道！小川肯定吉人自有天相。等他把你的破船沉了，你这死瘸子哭都哭不出来。船子回来了！天啊，这么多19公，这得多少钱啊？竟然还有龙虾，这龙虾得3斤重。小川好运气啊！江川。我听说海上起风浪了，你没事吧？这么多19公和野生大龙虾，江川，你太厉害了！我给你15万，这些都卖给我。这就满意了？要不先看看这个。天啊，龙王爷显灵了！活了半辈子，头一回见这么稀罕的神物。我的天，这是斑斓龙虾，怎么这么大？这至少有1米了，这是极品龙虾王啊！江川，你简直就是我的福星！这就亲过来了，这种大美女我之前想都不敢想，被大美女亲上一口，这也太爽了吧！这不可能！这小子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这么大的龙虾！吵吵闹闹的干什么？李元恒，你怎么办事的？裴少，这真不怪我呀，主要是江川这小子，他抓了个大货。我操，这是极品斑斓龙虾王！这要是招到龙腾相会的何会长，裴氏海业在清江市的地位绝对稳如泰山。江老弟，之前有误会，和气生财。我们裴氏也是愿意跟青龙村做生意的。这只大龙虾我出20万要了，就当化敌为友。20万，这也太少了吧！这么大的龙虾王，哪有这么便宜的？化敌为友，这是把我当冤大头吧？20万？你们裴氏没见过世面吗？20万最多买半米长的，你想捡漏也得有点限度。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插嘴我裴向南的生意？
嘴巴放干净点。这只龙虾王，我压根没打算卖给你，这是秦小姐订的货。希望你不要后悔。江川，这只龙虾王我出50万。成交，19共15万，龙虾50万。我的亲娘嘞！小船出这一趟海赚了65万。狗老二，别人用你船发了大财，你笑什么？他分你几万啊？财帛动人心，裴向南这时想要挑拨我和村里人的关系。呸！你这个丧良心的王八蛋！小川用我船是给了钱的，他能抓到龙虾是他的本事。少在这挑拨离间，先想断我们活路，现在又来挑拨离间。青龙村不欢迎你这种黑心商人，赶紧滚！我告诉你们，裴氏马上要和龙腾商会合作，只要老子拿下合作，我要让你们一条鱼都卖不出去。龙腾商会，龙腾商会那可是咱们西南商界的巨无霸呀！要是被他们封杀，咱们真要完了。这可怎么办？西南巨无霸，这下麻烦了。如果处理不好，秦氏也可能有危险。江川，如果裴向南真搭上了何会长，咱们的处境就危险了。不能让裴氏这种小人得逞，不然我们青龙村这么多人，直接没活路了。江川，你别担心，龙腾商会做的那么大，何会长自然会明辨是非，不会被他左右的。我要用这大龙虾办龙虾宴，邀请何会长。他裴向南都能和龙腾商会合作，凭什么我们不能？好主意，龙虾宴你来办，我这就去青龙造船厂买船，出海打下海货。这次我们肯定能锁定胜局。一言为定。会长，总算找到您了，我们都担心死了。会长，裴氏海业的人一直在联系我们，要现在去裴氏那边看看吗？不必了，裴氏的所有合作先搁置吧。对了，去给青龙造船厂打个招呼，江川如果买船，给他打5折，差价由我来补。你们这里能去远海的现船有哪些？老板，我们还有2艘现船，都是好货，您跟我来。这艘新型钢船抗风浪没问题，120万直接开走。好家伙，真结实！小川，有了这船，咱们去深海也不怕大风浪了。120万，川子，你手里加上今天赚的，应该够了吧？这船确实不错，但是旁边那艘是不是更好？旁边这艘怎么卖？您眼光真好，这可是我们的镇厂之宝，全进口玻璃夯材质，带最新设备，价格300万，各不讲价。300万！我的老天爷，这都能在城里买套大别墅了！川子，这也太贵了，咱们还是看刚刚那艘钢船吧。这船是顶配，如果买那艘钢船，说不准还得花大价钱改设备。可是我手里满打满算，也只有200多万。小川，你董三叔还有点钱，你为了村子和裴氏杠起来，董三叔绝对不会不管。我去挨家挨户找村里人借，大家凑一凑，绝对能把窟窿填上。董三叔，阿刚，这怎么能行？喂，哎呦，是，您放心，我保证办妥，绝不透露。江老板，真是恭喜您了！咱们厂今天搞10周年店庆抽奖，您正好是幸运客户。啥幸运客户？今天您全场消费一律5折，这艘300万玻璃康渔船给150万直接开走。5折，直降150万，真的假的？经理，你不是拿我们开涮吧？绝对当真，只要150万，船就是您的了。这什么幸运顾客一定是托词？难道有人暗中帮我？可我不认识什么大人物啊！算了，不想这么多，直接买。时间紧些，裴向南步步紧逼，龙虾宴定在明晚，我们必须在明晚前捞到极品海货。董三叔、阿刚，上船，咱们立刻出海。
这船太牛了，开得跟飞一样，一点都不颠。秦总，你怎么也跟着往海上跑？我能不急吗？要是拿不出好东西，龙虾宴可怎么办？远海的话，什么海货比较值钱？什么老虎斑、金枪鱼。不过要说宝贝，还得是大黄鱼。要是能捞到一条野生大黄鱼就好了。现在大黄鱼价格炒到上万，而且有价无市。野生大黄鱼有价无市是吧？我有金手指，肯定手到擒来。主尼，这里好多鱼，金灿灿一大片。主人快捞，特别值钱。我去，一群大黄鱼，这要是拿下，直接赚翻。秦总，你信不信今天我让你把大黄鱼当饭吃？江川，我知道你在逗我开心，大黄鱼是靠运气的，有一条我就很满意了。三叔，准备抛网，正前方50米，深度35。这声波探测仪只显示灵敏光点，感觉像是洋流团集，真有鱼群吗？就怕洋流把网给搅进去。听我的，抛网。大黄鱼那么罕见，江川真的能抓到吗？这么随随便便抛网，怕是连鱼都捞不到吧？这能行吗？起网！好沉，绝对爆网了！竟然真的抓到了！啊，这是……天啊，这么多，都是大黄鱼！天啊，这是极品大黄鱼，一条至少好几万。江川，你也太厉害了吧！不错，还有其他大货吗？主人，深水区下面有个超级大家伙，而且还受伤了。超级大家伙，还受伤了？难道是什么大货？我必须下去看看。董三叔、阿刚，把大黄鱼放进水箱，我要下去一趟。江川，我们已经捞了不少大黄鱼了，你没必要再下去抓。不能下呀，这是深海，你下去会有危险的。放心，下面有好东西，我必须去看看。主人，大家伙就在礁石前面，绕过去就到了。大家伙伤得可重，感觉快要翻肚了。整挺好，顺手的事儿。我去，还有这么多山龙，不错，至少这次潜水回本了。现在该去看看大家伙了。这是小虎鲸，哎，虎鲸很亲近人的，可惜了，这小虎鲸伤太重，只怕快死了。丁，检测到可契约对象幼年虎鲸，当前状态重伤，是否契约？我去，虎鲸都能契约，契约，我看看能不能救一下。还挺通人性，等着，我这就救他。铁锤，小青，给我把渔网弄开。从此以后，你就叫小虎了。111，主人香香还要。小虎乖，我是来抓鱼的，可没那么多好吃的给你。抓鱼？主人，你去船上等着，我这就让妈妈、阿姨和外婆给你抓好多好多鱼。还能这样？你们准备网，有鱼群。虎鲸，江川，你说的鱼群是这个吗？我的妈呀！他们冲着我们来了！不对，董三叔，你看，他们好像在赶鱼。这是大石斑！老天，虎鲸在帮我们赶石斑鱼！天啊，这场面我这辈子都没见过！江川，你简直太神了！这画面要是发出去，绝对上热搜。主人，我妈妈可厉害了，把好多好多鱼都赶过来了，你快点抓鱼呀！小虎干得漂亮，董三叔、阿刚，鱼群到位了，立刻下网。好，我这就下网。川子，网好沉，起网机都快转不动了，绝对是超级大爆网，给我起！老天爷，极品大石斑，这一网
要3000斤了吧？还有海鳗，那么粗的海鳗，全都是名贵货。江川，你到底干什么了？连虎鲸都来帮你捕鱼。我看见有受伤的小虎鲸，就帮了一把。天啊，你运气也太逆天了吧！董三叔，咱们这趟大黄鱼大石斑全齐，准备回城。好嘞，满载而归，这一趟就能赚回本儿。小虎，我们要走了，谢谢你们的鱼。主人等等，小虎也有礼物给你，快伸手接住。边检测到灵气出现，请宿主尽快捕获。灵气？难道是什么好东西？我的天，这是极品蓝宝石，这成色大小，这简直是海洋之心啊！至少有150克，这可是宝贝。小虎，你简直太棒了！小虎一来，我们要失宠了。我也要找闪亮亮的石头送给主人。我的亲娘啊，老头子，我活大半辈子，今天开眼了。这么大一颗宝石，是虎鲸嘴凸出来的。川子，这宝石能买咱们这艘船了吧？买船？你太小看它了。这种极品蓝宝石估计得上千万，我只在拍卖会上见过。老天爷，几千万！川子，你这是发大财了！我去，一枚宝石上千万，这也太爽了吧！回头找苏小姐，她是行家，正好让她给估个价。苏小小要是看见，怕是眼珠子都要掉下来。这次大丰收，渔船钱都回本了。哼，裴向南，你等着瞧！人都找好了吗？裴少，人都到了，都是青龙村的。裴少，李老板找我们来是……这里30万，一人10万，拿了钱就给我办事。明天秦氏龙虾宴，你们就冲进去闹，说江川海鲜全是从养殖场买的劣质货，泡海水装野生。裴少放心，我们一定办妥。我早就觉得江川那小子不对，他怎么可能抓到那么多好货？裴少，水军也已经就位，等人一闹，就在网上发帖，绝对闹到让何会长都能看见。不错，江川几乎都是潜水抓捕，从不拍摄视频，没有证据，神仙都救不了秦氏。这可是龙虾王，1米长，秦氏酒店今天真下血本啊！太震撼了，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龙虾。这就是上次二头豹还开出的珍珠，秦氏的底蕴可真厚。头一次穿西装，有点不适应。这场面人也太多了吧？真是人靠衣装，江川，你这打扮一下，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何锦绣，太美了。何小姐，你今天可真漂亮。为了迎接龙腾商会的何会长，秦氏这次做了不少准备。听说你又出了一趟海。我其实对这种场合不感冒，也不在乎什么会长。我只希望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但没办法。所以，你和裴氏之前发生了什么？他们想1万块低价买我的二头豹，我不乐意，他们就用青龙村村民生计逼迫我就范。如果不是秦氏，只怕青龙村渔民要没活路了。强买强卖，7行霸市，裴氏好大的胆子！何锦绣是什么人？我怎么感觉她的气势比秦小雪还强些？裴向南，你来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你们全被骗了，
这什么极品龙虾王，根本就是养殖场里泡激素长大的货。这不可能吧？造假！可是这么大的龙虾，确实有点不合道理。之前的二头豹也大得过分了，难道都是造假？裴向南，你竟敢造谣污蔑！我污蔑这3位是青龙村渔民。江川这海鲜怎么来的？他们更清楚。这几个都是青龙村的，我做了这么多，想的都是村里人的生计，竟然有人被刺了！我一直在帮你们，你们是来指控我的。我是证人，这些海鲜全是江川从养殖场低价买回来过水的，出一趟海价格翻10倍。那粉色鲍鱼珠也是假货，他们都是一伙的，这都是营销。他们多半是被裴向南收买了，这根本是要置秦氏、苏家和整个青龙村于死地。裴向南，你血口喷人！天啊，竟然是激素货，简直是害人！黑心商家退钱，江先生怎么解释？你们真的用激素养殖海鲜欺骗消费者吗？这些海货是我江川亲自下海，一网一网捞上来的，绝无半点虚假。你亲手捞的？你这几天先是捞出2头豹，又是1米龙虾，现在还有大黄鱼和石斑鱼，你真把自己当海神了？何况你有证据吗？你怎么证明这些海货是你抓的？我是证人，我亲眼看见江川把这只龙虾王从深海里抓上来的。你算哪根葱，也敢来挡道？说吧，江川花多少钱雇你演戏的？哈哈哈！龙腾商会的人来了，江川齐将军，你们完了！龙腾商会来清理你们这些败类了。几位，我是裴向南。会长好。何锦绣是会长。你问我凭什么作证？就凭我何锦绣是龙腾商会的会长。这怎么可能？何会长，一切都是误会。我可担不起你裴少这么大的误会。欺行霸市，颠倒黑白，简直是商业败类。何锦绣，再怎么说，裴氏也是龙腾商会客户，你确定要为了这个臭打鱼的跟我陪裴氏集团作对吗？笑话，你也配代表裴氏集团？就算今天是你爹在，也不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现在宣布，裴氏集团与龙腾商会所有的合作，即刻起全部取消。那裴氏集团几个大项目岂不是全烂了？何会长这是动真格的了，这江川到底是什么背景？江川，今天算你命好，这笔账我裴向南记下了，走着瞧。随时恭候，不过下次希望你能拿点真本事出来。何会长，真的是误会啊！李元亨，你不光欺行霸市，今天更是伪造假证污蔑他人，涉及不正当竞争。元亨酒店列入龙腾商会黑名单，和元亨酒店来往的都是我们的对手。何会长英明，这种业界毒瘤早就拔了。呸！什么东西也敢跟何会长和江先生作对？以后别说认识我。家人们，反转了！原来是元亨酒店造谣污蔑，太恶劣了！何会长，何会长饶命啊！这一切都是裴向南逼我干的。江哥，饶了我，我也是被逼的。你放过我，我以后一定不跟你作对。自作孽不可活。完了，这下全完了。江先生，让你受惊了。我真没想到，我救下的何小姐竟然摇身一变成了何会长。叫我锦绣就好。江川，你竟然认识何会长，你简直太厉害了！就是机缘巧合帮了一把何会长，多谢何会长，要不是你，今天恐怕没这么容易收场。你救了我的命，这点忙是应该的。是不是该开始龙虾宴了？他这个眼神，怎么让我感觉背上凉凉的？各位贵宾，今天这场惊艳全城的极品龙虾宴，所有的极品海货全部由江川先生提供。我们也和江川先生开展了深度合作。
秦氏好大的手笔！我去，这么多钱，直接发财了！江川，现金和卡里一共500万，是本次海鲜交易的货款。往后你的货，我们比市场价1价1折收购。一次交易500万，我的天，这江川一夜暴富啊！不仅有钱，还有是秦小姐和何会长的撑腰，这以后是要横着走了。秦总客气了，有了秦氏这么爽快的合作伙伴，以后好货我绝对敞开供应。丁，检测到宿主宠物小虎在海域吞噬大量灵气，系统自动升级。小虎吞噬灵气，这怕是遇到什么好东西了。童子，升级后有啥新功能？恭喜宿主解锁远程联系宠物的功能，并且成功开启体内灵海空间。远程联系，那不是可以实时知道哪里有货？这能力可以啊！这个体内灵海空间，这又是什么能力？宿主可随时将外界海水、活体海鲜存入体内灵海空间，灵海空间内每天可生成20滴灵液，可加速海鲜生长并产生变异。我靠，这不就相当于我随身带了个海鲜养殖工厂？我正愁打鱼效率太低，有了灵海空间，无论是开店办厂都不是梦啊！何会长，江川，恭喜你！你现在有何会长的庇护，手里的极品海鲜又是硬通货，有没有想过未来的方向？确实有考虑过。江川是渔民出身，说不定想要再买几条船。我要不劝劝他，让他转向岸上的产业，别那么辛苦了。江川已经被裴氏盯上，一直在海上打鱼，只怕难免会被打压。要是他再买船的话，要不劝劝他。秦总，何会长，我想好了，我要直接开店，进军餐饮界。餐饮界？你自己开饭店？没错，我要开一家全清江市乃至全省最大最豪华的顶级海鲜酒楼。有野心是好事，但餐饮界水很深，选址、客源、名气缺一不可。第一家店你打算开在哪儿？就开在裴氏集团大楼的正对面，1周后正式开业。裴向南不是觉得我不配跟他争吗？那我就偏要他看看我的实力。好你个江川，你的胆识我服了。开业之后，你酒店筹备的运营和管理团队，我们秦氏全包了。龙腾商会帮你搞定各种手续，谁敢卡你，就是跟我作对。那就多谢二位，干杯！裴少，何锦绣那个贱人全面封杀我，我现在彻底走投无路，你一定要救救我啊！废物，连个臭打鱼的都收拾不了。何锦绣真以为一个龙腾商会就能压死我裴家？他要封杀你，我偏要保你。那个臭打鱼的放话要在我家集团对面开酒店，那就看谁斗得过谁。这里有3000万，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把你元亨大酒店搬到他酒店对面。谢谢裴少，谢谢裴少。明天你先去把青龙村卖鱼渠道掐断，再通知全市供货商把他酒店拉进黑名单。裴少英明，到时候青龙村的烂摊子都压在他身上，光是收鱼就得耗尽他的现金流。到时候没钱，他直接关门。董三叔，你们这是怎么了？妈的，还不是裴氏集团！他们说谁敢收我们青龙村的鱼，就是跟裴氏集团作对。秦氏虽然帮了忙，但我们村里这么多人有鱼货，消化不完啊！鱼都快放烂了，日子可怎么过呀？裴向南好狠的手段，拿我没办法，就对无辜的村民下手。江川，李元亨拿了裴家钱，保住了元亨大酒店，还在餐饮界下了对你的封杀令。动作倒是挺快。酒店的选址有眉目了吗？有，裴氏集团的正对面有一家金鼎酒店，老板原本生意不错，硬生生被裴向南用手段挤兑破产，现在正急着转让。好，既然他不让别人收我们的鱼，那我们村的货以后就自己消化。正好我体内的灵海空间还没鱼，把这批鱼收了，开店第一批货就齐了。董三叔，阿刚叫上兄弟们跟我去市里，今天我就带你们把厂子找回来。江先生，您可想清楚了，对面就是裴氏集团。老板别担心，刷卡就是，亏了算我的。全款直接付清，江老板痛快，我这就给您办手续。江川，雷厉风行，不愧是你，你真打算直接在李元亨打擂台？
既然他想断我们村活路，那我也不是怕事的人。他要打，那就打。江川，你个不知死活的泥腿子，还真敢把店开到裴少对面来！李老板脸变得挺快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昨天向我求饶的是别人。今时不同往日，实话告诉你，现在我酒店搬到了裴氏集团楼下，你敢在裴少眼皮底下办酒店，不出3个月，我让你赔到上街要饭！好一个裴向南，手段真是让我开眼。既然你喜欢玩，那我就奉陪到底。李元亨，你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1个月。什么？1个月内，我绝对让你们酒店关门大吉。1个月让我关门，好大的口气！江川，你要是真能办到，老子当场给你跪下磕头。你的头太贱，我不稀罕。不过既然你非要磕，我成全。哼，老子等你开业，再送你一份大礼。走。江川，你太冲动了。新酒店想要火，开业当天必须要有大量大货作为噱头造势。可现在裴家下了封杀令，就靠你一个人抓鱼，短时间内根本弄不到这么多大货。小川，实在不行，咱们乡亲给你凑凑。虽然没大货，但起码不太寒碜。就是，川子，大不了咱们再下一趟海，怎么都不能让那小子给你看扁了。实在不行，咱们把开业日期往后延一延吧。延期？那不是正好让李元亨和裴向南看我们的笑话吗？而且小雪，你是不是忘了我干什么起家的？别人弄不到，不代表我弄不到。系统，给我远程联系小虎。小虎，你在哪儿？主人现在急需极品海域镇场子，你上次在哪里吞噬到灵气的？主人，我这里有一大群跑得贼快的大胖子，肉里面能量很高。主人，我把他们赶到青龙湾吧。跑得极快的大胖子，不管怎么说，能让小虎都说极品的，绝对是顶级货色。小雪，酒店开业照旧，大肆宣传，大货的事儿我来解决。董三叔、阿刚，抄家伙，立刻跟我出海捕鱼。小川啊，这片近海域早就枯竭了，连点像样的海鲈鱼都难找，哪来的极品海货呀？是啊，川子，这片海都被那些大船扫过几百遍了，咱们要不还是去深海去看看吧？我觉得也是，要是再不去深海，天就黑了。不急，相信我的经验。江川，我们都快急死了，你到底在等什么？小虎，鱼到了吗？主人，到了，全被我赶到你船底下了，快夸我！小虎真棒！虎鲸，这里是近海，怎么会有野生虎鲸？等等，难道是之前你救过的那条？虎鲸有灵性，上次帮我们赶来了鱼群，这次也会帮我们的。我的天，这么大！这是极其罕见的野生蓝鳍金枪鱼群，这下真的发了！阿刚、董三叔，9点钟方向，立刻下网！下网啊！这底下连条泥鳅都没有，下网也是白当力气。算了，三叔相信你这次。不对劲儿，这网太沉了，底下有大货，川子拉不动啊！这力道起码有几千斤，钢丝网都要被扯破了！天哪，这动静！底下到底是什么怪物？全体都有，一起用力，给我起！天啊，好多渔获！还好有水灵珠加成的体质，不然给机会都把握不住。我的亲娘嘞！野生蓝鳍金枪鱼这么大一群，这得值多少钱啊？
我打了几十年鱼，这种级别的蓝鳍金枪鱼，只有在公海深处才有啊！这简直是龙王爷显灵了呀！小川，你这是要发大财了！天哪，有这一网，龙海大酒店开业绝对能轰动全城！快，江川，金枪鱼出水不能活养，必须马上放血排酸，立刻冰鲜，不然肉坏了就全毁了。小雪说的对，大家先别发愣了，先把这东西处理了。放心，我江川不吃独食，今天抓的鱼到时候卖了钱，人手一份。普通的冰鲜到开业那天，口感肯定会打折。想彻底碾压元宏酒店，仅仅是普通极品还不够，刚好试试临海空间。收。活体海鲜已成功存入临海空间，空间处于绝对保鲜状态。系统提取2滴顶级金色灵液，给我全力催熟变异。加速变异完成，恭喜宿主获得帝王级雪花蓝鳍金枪鱼，肉质蕴含浓郁灵气。没想到这么简单就获得了极品海鲜，这空间简直太神了！李元亨，还有你背后的裴向南，你们就等着看我送的大礼吧！裴少，见鬼了！江川那个泥腿子居然在近海捞到一整群极品蓝鳍金枪鱼，要是让他用这批货撑起开业大典，咱们的封杀令就成笑话了。慌什么？在清江市，我裴家不让他卖，他一条鱼也卖不出去。但这些货太极品，恐怕……那就解决他的货。裴少，您这是干什么？我最近没得罪你们啊！交给你了，你看着办。老东西，你把酒店卖给江川，我很不高兴。李老板，我也没办法，我上有老下有小，家里……少他妈废话！我现在给你个机会，龙海大酒店冷库的备用钥匙，交出来。李老板，这犯法呀！动手，打到他开口为止。别打了！我说，钥匙在后门消防栓下面。早说不就完了？去找人，明天我要看到货。川子，空了，全空了，咱们的鱼不见了！造孽呀！肯定是李元亨那个畜生干的，开业在即货没了，这咋办啊？江川，鱼如果是对面偷的，他们肯定会在开业那天拿我们的鱼打擂台，我们恐怕……裴向南的手段果然够硬，还好我有空间，偷偷藏了一条大货。小雪，董三叔，不用慌，我江川办事，什么时候只留一手。刚子，开箱。这川子，你什么时候藏这儿的？这体型比昨天抓的加起来都要猛啊！这大小，这光泽，我这辈子都没见过，比我们之前那么多条金枪鱼加起来都神。我打了半辈子鱼，都第一次见到这种极品。小川，你真是让我开眼了。阴谋诡计在绝对实力面前不堪一击。等开业那天，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邪不压正。Oh my god！ 极品，绝对的极品！李老板，你们店的货简直是上帝的恩赐。裴少，您看，江川抓的鱼全在这里了。这小子确实有点本事，但终究还是您更胜一筹啊！做得好，江川现在底牌尽失，我看他拿什么跟我斗！立刻放出消息，元亨大酒店开业当天举办顶级金枪鱼宴，我要让他江川亏成狗！裴少放心，江川这次死定了。
恭喜江先生新店开业，祝你生意兴隆。江川，开业大吉，这是我连夜赶制的一套珠宝，算作贺礼。何会长、苏小姐，你们太客气了，里面请。哟，江老板，开业大吉啊！不过你这门口怎么没人啊？听说你的冷库昨晚还招贼了。李元昊，你那些手段最好收敛点，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何会长，商场如战场，江老板自己护不住货，可怪不得别人。李元昊，人在做天在看，你小心遭报应。一个泥腿子还想跟我斗？谢谢你抓的那些鱼，我酒店这次可赚得不少。李元昊，你卑鄙！李老板别急着炫耀，鹿死谁手还不知道。江川，别在那装神弄鬼了，你能拿出什么破烂玩意儿？哼，难道是你在臭水沟里捞出来的烂草鱼吗？马上你就知道了。阿刚，上硬菜，让对面的朋友长长见识。李元昊，今天我教教你，什么叫降维打击。这难道是传说中的野生蓝鳍金枪鱼王？这体型起码超过700公斤，这也太牛逼了！上帝呀，这光泽，这完美的体态，这简直是上帝亲手创造的奇迹！你不是说你的货是最好的吗？不可能，这不可能！你的货明明已经……今天龙海大酒店开业第一刀，雪花蓝鳍金枪鱼当街解体！天啊！最便宜的红肉部位都比我这边大幅好。这么多年我去过无数宴会，也从未见过品级如此之高的金枪鱼。天哪，这鱼肉的纹理和光泽简直神了！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雪花纹理如此完美的金枪鱼。我要辞职！你的货根本不是最好的。江老板，求你给我一个入职的机会，这种顶级食材我绝对不能错过。江老板，把鱼腩卖给我，我出20万，我出30万，先给我要大方！江老板，排队，大家排好队，刷卡这边请。这不可能！我明明偷了他鱼，他怎么可能还有这种极品？难道他早就料到有这一出，还藏了一手？裴向南，这局你输了，酒店只是开胃菜，我绝对要你们裴家彻底破产。今天龙海大酒店首战告捷，不仅砸了元恒酒店招牌，更破了裴家封杀。多谢各位的支持，干杯！江先生好手段，那帝王级金枪鱼一出，元航酒店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苏小姐，你从刚才起就愁眉不展，有心事？江先生，我这次来除了祝贺你开业外，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你。苏小姐，有事请说。下周要举办全省珠宝大会，裴家利用他们的海产链，到处搜刮海底珍宝。这次展会决定了全省珠宝市场的份额，如果我们表现不好，就会被彻底踢出局。最近事情太多，差点忘了。小虎那枚蓝宝石还没让苏小姐估价呢。哼，只要是跟裴向南作对的事儿，我都要帮一把。你看这个够不够？我的天，这纯净度，这绝对是上千万，不，上亿级别的极品。江先生，您从哪儿弄到的？虎鲸送我的。没错，我们都是亲眼所见。有了这颗蓝宝石，我们苏家一定能占一席之地。只不过不过什么？
这次展会比拼的是企业底蕴，光有一件好货，我们的出货量依然会被裴家碾压。野生海洋珠宝难寻，但是我有灵海空间，可以养殖出比野生更厉害的珍宝。既然如此，咱们做个交易。只要你能帮我渡过难关，别说1个要求，就算10个我也答应。爽快！以后龙海大酒店会利用海鲜和海产珠宝作为宣传。你们苏家要无条件做我酒店的珠宝加工商。江先生，您这是要带着我们苏家一起起飞啊！太感谢了，我全部答应。好，准备好展位，其他的交给我。该去海里进货了。小虎、小青、铁锤，都给我过来干活了！主人，你终于来看小虎啦！要抱抱，要香香的金月。主爷，我们去抓谁？是不是又有人欺负你？铁锤去把他的脑袋锤爆！主人，别听这个暴力狂的，我们去找大鱼抓龙虾吧！今天不打人，也不抓鱼，我们去搞钱。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到符合条件的珠宝，唯一的方法就是找到贝群。小虎，我需要你帮我找黑蝶贝的聚居地，越大越好。事成之后，今夜管够。主人，找到了，正下方3000米深海大裂谷有一大片黑漆漆的贝壳，不过那里有一群脾气很臭的大王乌贼，要不要小虎叫妈妈和姨姨过来？不用麻烦阿姨们，咱们自己动手。走，平了他们！主人就在前面！我去，这么多黑蝶贝！等等，这是什么？敢拿触手甩我主烟，放着我来！主烟，你看我猛不猛？干得漂亮，不愧是海底拳击手。粗鲁，他也只能打一打架了。我不一样，可以帮你把黑蝶贝铲下来，绝不伤到宝贝。这也太爽了吧！有啥事儿，宠物直接给我办了。主人，小虎也帮忙了，小虎也要奖励。别急，都有份。给我收！裴向南，你想仗着产业欺负人？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底蕴。丁，检测到极品野生黑蝶贝，宿主可消耗灵液进行极限催熟，大幅增加黑珍珠孕育概率及品质。系统，把我的灵液库存全部给我砸进去！普通黑蝶贝孕育1颗珍珠需要5年以上，珍珠还百不存一。但在我这金色灵液催熟下，1天时间就能跨越10年岁月，并且100%出货极品。哼，裴向南、李元亨，展会那天希望你们还能嚣张。各位老板，裴少今天发话了，极品白珍珠敞开供应。但是今天谁敢去对面苏小小那里看一眼，就是跟裴家作对。李总放心，苏家得罪了裴少，今天非得让他们彻底破产。苏总，别看表了，整个龙海市的珍珠都被裴少收购了，你们今天就等着被踢出珠宝协会，关门大吉吧。要我说，苏总你不如求求李总，说不定李总还能借你2颗珠子撑门面。李元亨，你别太嚣张，江先生一定会带大货来的。江川那个臭打鱼的，他要是能救场，我李元亨当场把这玻璃展台吃下去。江川怎么还没来？展会马上要进入展示环节了，难道连他也找不到大货吗？
苏小姐，久等了，咱们上货。哟，江老板搞这么大阵仗，就拿4个破铁箱子来充数？李元衡，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开箱！开箱！这不可能！鹌鹑蛋大的无瑕黑蝶贝黑珍珠，整整4箱这种级别的珍珠，江先生，你怎么做到的？这简直是奇迹！我说了会解决问题，就绝对不会食言。假的！江川，你一个臭打鱼的哪来这么多珍珠？这绝对是狗眼玻璃！比不过就耍泼，这就是你们裴氏集团的格局。让开，都给我让开，让我看看。查尔斯大师，您来的正好，快拆穿这个乡巴佬的骗局。江川，查尔斯大师看了这么久，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放心，等下你就知道什么是降维打击。上帝啊，这全都是真的！春野生，零下次天然的孔雀绿云彩，这每一颗都是极品。不可能！大师，您看错了吧？蠢猪，这种天然光晕，任何科技都无法复制。你在质疑我30年的专业？大师，这是误会。你们集团不仅货不行，眼光也差得要命。我再也不会跟裴氏合作了。哼！李总，刚才谁说如果是真的就要把这玻璃产台吃下去的？需要我帮你敲碎了喂嘴里吗？你站一边去！江先生，这才是真正的珠宝，别挡着我们交易。苏总，我出500万，给我来20颗。苏总，看我，我出2000万包盐1箱。我的珍珠全花了！都给我住手！江川，你确实让我意外，但你以为靠一批黑珍珠就能掀翻我裴家？做梦！各位，高端珠宝展比拼的是真正的顶级镇馆之宝和家族底蕴。苏家连一件压轴的宝物都没有，光靠卖珍珠，充其量只是个高级批发商。底蕴，镇馆之宝。既然如此，裴向南，今天我就让你见见世面。Oh my god！ 起码150克拉的蓝宝石，海洋之心，这是传说中的海洋之心。这一颗至少价值10个亿。之前的非洲之心只卖了1亿，这蓝宝石比非洲之心还牛逼。我早就看出苏小姐跟江先生才是省里珠宝界领头羊，裴家早该让位了。10个亿，不可能！你一个打鱼的穷鬼，怎么可能拥有这种级别的绝世宝石？不可能的事情多了，但在击败你这件事上，从来都没有不可能。裴向南，从今天起，清江市的珠宝界我说了算，你裴家垄断的时代结束了。川，这次我认栽，风水轮流转，我们等着瞧。愣着干什么？还嫌不够丢人吗？赶紧滚！慢走不送。裴少，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会是这样。废物，蠢货！老子动用了8家老牌珠宝商的关系才打压了苏家，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那江川实在太邪门了，每次都能拿出让人无法拒绝的极品。邪门？我呸！姓江的底气全在青龙湾那片海，没有那片海，他连个屁都不是。既然断不了他的材料，那老子就把他的海给毁了。裴少，你的意思是？以裴氏集团的名义向省里申请在青龙湾建立一个国家级的海洋科研基地，到时候把青龙湾所有的海岸全抄起来，不允许任何人下海捕捞。裴少英明，这样他就无法出海捕捞了。可是科研基地跟回海有什么关系？科研基地只是个幌子，等圈地成功，我们在基地内部直接建一座重度污染的化工厂，到时候把工业废水日夜不停地排进青龙湾，让那片海彻底变成死水。哈哈哈，海烂透后，我倒要看看他江川还能捞出什么东西来跟老子斗。
穷乡僻壤，一股子海腥味。过了今天，老子让你们吃尾气！乡亲们，安静一下！我李元亨今天来是代表裴氏集团给咱们青龙村送福利的。你们裴氏集团能安这好心？我可没忘记你们之前不让我们卖鱼的事儿。对，他们在城里名声臭得很，乡亲们千万不要信他。误会，都是误会。裴少已经深刻意识到了错误，这次来就是让我赔礼道歉的。我的娘嘞，这得是多少钱啊！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现金，整整6大箱子，这怕是有上千万吧？李老板这是要干啥？裴氏集团看中了咱们青龙湾的风水，决定在这里投资建设科研基地。弄了科研基地，咱们往后还能下海打鱼吗？这位老哥问得好，科研基地要圈占海域，以后确实不能随便下骰了。但是裴少体恤大家生活不易，特意申请了专项搬迁和海域转让补贴。只要大家在协议上签个字，每家每户当场发放50万现金补贴，现款现交，绝不填。50万，我打一辈子鱼也攒不下50万啊！我要签，我现在就签。我也签，有了这50万，我儿子娶媳妇买房的钱就全够了。李老板真是大善人啊！乡亲们，别冲动，天上哪有掉馅饼的好事？海要是没了，子孙后代怎么办啊？老三，你少在这挡大家的财路，你自己跟着江川挣了钱，就见不得我们过好日子是吧？就是，江川天天吃独食，捞那么多好货，分给我们多少钱？人家李老板和裴少才是真正的大慈善家。小川啊，李元亨带着钱过来要承包我们的青龙村的海域，叔拦不住了，你快回来看看呐！什么？叔你别急，我马上回来。抱歉，苏小姐，村里出了点事儿，就不留了。好，江先生路上小心。珍珠和蓝宝石已经在走拍卖流程，货款我们苏家来垫付。老村长，你已经拖了2个小时了，外面的动静你也听见了，民心所向啊！你这一笔下去，青龙村可就彻底翻身了。村长，千万不能签呀！这协议要是签了，咱们青龙村的根就断了。够了！老东西，你3番2次阻止，是不是收了江川的钱，不想让乡亲们富起来？你反正就是不能签。老村长，裴少的耐心有限，你要是耽误了国家级项目的落地，责任你担得起吗？班长，这是陷阱！江川，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不是在省城？李元亨，你对我下手就算了，现在居然还把手伸到我村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拦住他！快把合同抢回来！谁敢动他家试试？大家看好了，协议附件第3条，本基地拥有自主建设配套化工原料加工设施之权利。乡亲们，醒醒吧！他们根本不是建什么高科技科研基地，他们建的是重度污染的化工合成厂，这是断子绝孙的化工口。天哪，化工厂！这50万根本不是什么搬迁补贴，这是买命钱。厂子一旦建起来，废水日夜不停地排进青龙湾，不出半年，那片海就会彻底变成一条臭水沟，我们子子孙孙都要得癌症、得怪病。化工厂得怪病，李元亨，你这个丧尽天良的畜生，你想要我们的命啊！滚出青龙村，拿走你的臭钱，滚出去！江川，你少在这儿装救世主啊！你不让大家签字，断了大家的财路，你养活全村吗？
每户50万，这可是几千万的巨款，你能拿出几千万分给乡亲们吗？拿不出钱，你凭什么挡着大家发财？50万啊！乡亲们打一辈子鱼都挣不到，这次机会没了，钱你江川出吗？要是拿不出钱，就给老子闭嘴，少耽误乡亲们发财。是啊，化工厂就算有毒，那也是以后的事，眼前这50万可是真金白银啊！对呀，江川，你家发财了，不能看着我们大家都穷死吧？你要是能拿出这么多钱，我们肯定听你的。你们糊涂啊！阿刚，把我带回来见面礼给李老板和乡亲们开开眼。好嘞，大家伙闪开点儿，别被亮瞎了眼。个10、100、1000万，我的娘嘞！这张支票上写着2000万，那一箱子全都是支票，还有那3箱子现金，这得是多少钱啊？这怕是上亿了吧？这不可能！那笔珍珠的货款最起码得1个月才到，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这是假钞！我要报警抓你！伪造！李元亨，你没听说过垫付吗？苏总人好，提前把货款给我垫付了。乡亲们，这片海我们自己留着，我江川带你们建一座全国最顶级的龙海生态度假村，村里的海域和土地全部折算成股份，我们全村乡亲享受20%的分红。乡亲们，你们听到没有？这才是为我们村考虑的大善人呐！我要让咱们青龙村的乡亲们站着把钱挣了，站着把钱挣了，跟着川子干，度假村万岁！李元亨这个黑心商差点害死我们，打死他！把这帮丧门星赶出青龙村！江川，你给老子等着，赔偿不会放过你的！没用的废物！我给你批了2000万，连个穷渔村的合同都签不下来。裴少，这不怪我啊，是江川拿着苏小小结的上亿货款，把我们合同全给搅黄了。上亿！没想到苏小小那个贱人这么舍得，当初就应该把他们家踩死。江川现在不仅有钱，还要在青龙湾建什么龙海生态度假区，让全村持股分红，我们彻底没戏了。生态度假区，一个乡巴佬也敢抢我的地盘，还想染指100亿级的文旅产业，简直是白日做梦！王专家，我是裴向南。青龙湾那个江川最近要在工地动体建度假村。哎呀，裴少，您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只要您一句话，我保证他动不了工。很好，我不管你按什么罪名，总之他工地要是动工，我拿你试问。我的计划是养殖荧光水母群等海洋动物，养殖在海底大塘附近，让海底酒店成为我们的最大卖点。江川，你的规划确实堪称完美，但你想过没有，这么大体量的生态项目需要经过市里多重审批。小雪，你是在担心裴家会从中作改？裴家在省里关系错综复杂，尤其是镇里的那些领导，大多和裴家有利益往来。他们如果联合起来在审批上卡你，你连第一块砖都动不了。这倒是个麻烦。我有个提议，如果能把度假村项目挂靠进龙腾商会，那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好主意，既然要玩，那就玩个大的。江川，怎么今天有空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又抓到什么罕见的海货，想让我开开眼界？锦绣，海货没有，不过我这里有个上亿级的生态度假村项目，不知道龙腾商会有没有兴趣入股？你说什么？上亿级？江川，你没开玩笑吧？青龙湾拥有最原始的生态海域，我想要打造一个全国级的度假村，带动全镇乃至全市的经济。造福全市，功在千秋，这可是市里做梦都想要的政绩项目啊！江川，你等我，明天我带顾老过去给你撑腰站台。顾老，那可是市里的大人物啊！搞定。现在就看裴向南跳不跳坑了。
停下！全都给我停下！谁允许你们在这里私自施工的？你们凭什么封我们的工地？我们手续都办好了。我是市里环保组织的专家，我已经举报你们在破坏环境。谁敢乱贴？老子拧着他的手！你要敢动手，就是寻衅滋事。江川，老子实话告诉你，没有裴少的点头，你休想动一块砖。王专家，你身为公众人物，公然充当裴家的走狗，就不怕砸了饭碗？砸饭碗？你们公然破坏环境，我要是不阻止，才是真砸饭碗。完了，上面的人来了，我们的度假村是不是真的要黄了？咱们的股份，咱们好不容易盼来的好日子，就这么没了啊！这是谁的车队？劳斯莱斯，还是4辆？好一个大义凛然的理由，我倒要看看你哪来的底气！顾老，何会长，你们怎么来了？江先生，上一级的生态度假村不仅能拯救青龙湾的生态，还能解决数万人的就业，上面对你很看重啊。顾老，看来您的重视没什么用。我们刚到工地，就看到有人要强行封停项目，简直无法无天！项目合理合法，谁给你的胆子来插手？顾老饶命啊！我糊涂，我是受了裴家的指使，是裴向南逼我这么干的呀！我是顾建国，立刻清查王专家的自发性组织，并彻查他背后的利益输送，绝不姑息。乡亲们，龙海生态度假圈项目合理合法，有益于环境，功在千秋。龙腾商会会竭力确保项目落地。太好了，我们继续动工。顾建国、何锦绣，你们竟然给那泥腿子站台，真当我裴家没人了吗？裴少息怒啊！度假村现在是重点项目，王专家也被当场免职彻查了，咱们已经动不了他了，要不就这么算了吧？明面动不了，那就用暗的，我偏不让他好过。他江川不是想搞生态度假村吗？你去找几个人，把厂里那批化工废水给老子倒进青龙湾。裴少，那东西要是倒下去，整片青龙湾当场就会变成一片死海，可万一插到咱们头上，怕什么？只要做得干净，就没人发现。我要让那片海彻底烂透。快把锁链解开，准备好，等下到的时候动作要快，一滴也别留。主人，坏了！海里来了人，带着已有毒的罐子，臭死了！你快来阻止他们！没想到裴向南这么丧心病狂，连投毒都干得出来。不行，得快点阻止他。喊人来不及了，我先去拦住。小虎，带上你的族群，给我全速游过来！有人要往海里投毒，阻止他们！妈，姨姨，有人投毒，快来救救！我操，那是什么？这是什么怪物？鲨鱼群？不是虎鲸！啊，不好！快点把东西倒水里，咱们赶紧去医院。想跑门都没有，想要回我青龙湾水域，你们找死！饶命！是裴向南派我来的，我这是被逼无奈，饶了我！等下醒了，记得坦白从宽。锦绣，李元亨在海湾投放化工品，被我抓了个正着。好大的胆子！我这就让执勤人员去，把他们都抓起来。裴向南，既然你想玩，那我就陪你玩到底。等这些人交代之后，我看你还能嘚瑟到什么时候。主人，刚才小虎带大家过来的时候，在底下的深海大裂谷发现了一个亮晶晶的好东西。主人，快跟小虎来！走，带路，下水瞧瞧。这是已经枯死万年的史前血珊瑚，这种体型，还有这形状，简直是稀世罕见。主人小心！哪来的臭鱼，敢挡我主人的道？看老子不把你锤成肉泥！铁锤，去，
给他松松骨头。干得漂亮！这雪珊瑚虽然已经死了，但是我有灵海空间和金叶在，绝对能给他整活。给我收！系统，给我复活他，全力催熟变异。丁，复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绝世神物变异九彩血珊瑚。妈呀，这种宝贝比之前的蓝宝石还要迷人。裴向南，等我青龙湾开业那天，就是你们裴氏集团落幕之时。江川去哪儿了？今天可是度假湾开业大典的筹备会，咱们虽然有拍卖蓝宝石的噱头，但还缺一件镇场的大物件啊。是啊，必须要那种体积大、足够震撼的稀世珍宝，才能彻底打响咱们度假湾的名气。唉，那咋办？去城里买，这东西也买不到啊。要我说，没啥好愁的，大不了俺跟川子再去一趟深海，拉个超级大水怪回来，摆在门口绝对拉风。我们要的是能彰显度假湾高端底蕴的艺术品，不是海怪。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在吵，不用去深海捞海怪了，镇馆之宝我已经带过来了。江川，这里面到底是什么？起！这是什么东西？老天爷，怎么会有9颜色的血珊瑚？这体型，这完美的玉化质地，还有这光泽，这是无价之宝啊！我操，川子，你老实交代，你昨晚是不是下龙宫了？机操而已。现在有这件神物镇场，开业大典，我要让裴家生意彻底做不下去。裴总，李元亨那边一直联系不上，电话关机了。不用管他，只要投完毒，这个废物就没用了。明日度假村开业，秦氏、苏家还有龙腾商会都为江川邀请了城中各界名流给他造势。江川一个臭捕鱼的，竟然能让他们如此重视。你去把我花8000万拍下的极品红珊瑚拿来，我要亲自带着宝贝，让江川在开业当天颜面扫地。听说了吗？今天龙海度假村试营业，据说要展出一件绝世的镇海之宝。一个渔民出身的小子能有什么好宝贝？多半是噱头。省城裴少今天可是带了真家伙过来。江川，裴向南怎么把国际珠宝鉴定联合会的副会长杰克大师给请来了？那株红珊瑚看起来来头不小。无妨，跳梁小丑送上门来丢人现眼，我们接着就是。诸位，听说今天龙海度假村开业，却连个像样的镇场宝贝都拿不出来。这是我裴家花费8000万从深海打捞，并由杰克大师亲手雕琢的传世红珊瑚，特意带来让江总见见世面。没错，这株传世红珊瑚的品质在整个亚洲都是顶尖的。江川，你的镇海之宝呢？怎么还不拿给大家长长眼？还是说你所谓的珍宝就是垃圾，远不如我的传世珊瑚？你这垃圾也配叫传世？既然你想看，阿刚把东西拉上来，给这位裴大少爷开开眼。好嘞，看好了！我的天，上帝啊，这怎么可能？这是玉化，完全玉化的活体史前珊瑚，2米高！天哪，这是万年前的史前神物，这是主赐予人间的奇迹！杰克大师，你疯了！你可是我请来的鉴定师，你快告诉大家，这玩意儿是假的，是塑料染色的。愚蠢的猪，你懂什么珠宝？跟这尊神物相比，你那珊瑚根本就是便宜货！张先生，我出10个亿。不，15个亿！求求你把这尊9彩血珊瑚卖给我！15个亿！我的妈呀，这辈子没听过这么天文的数字！快拍！清江市诞生史前国宝！15亿不卖！这尊变异9彩史前血珊瑚将作为我龙海度假村的镇海之宝，永久供奉在海底水晶大堂。裴向南，跟我比，你配吗？你江川！好的，先生，已经为您确认。江川爆了，客房全部爆了，全球的富豪都在打电话抢订海底套房，单日营收已经破了4000万。江川，你真的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奇迹。这只是个开始，以后青龙湾会越来越好。江川，海底水晶大堂是吧？晚上水下一片漆黑，我看他拿什么给客人看。去通知媒体，今晚我要夜袭海底大堂，当场曝光他的商业欺诈。
让他身败名裂。虽然这珊瑚很美，但晚上这窗外黑咕隆咚的，啥也看不见啊。是啊，说是全景海底，到了晚上不就跟墨汁一样吗？确实有点单调。就是啊。大家不要被江川骗了，这根本就是一场商业欺诈。诸位看看，这就是所谓的全景海底，晚上除了黑水什么都没有。江川，你拿着这种烂窗户骗全世界富豪的房费，你这是欺诈！今天不退钱，你就等着坐牢吧！裴向南，你是不是觉得晚上的大海就该是一片死寂？难道不是吗？难不成你还能让这深海自己亮起来？井底之蛙，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神迹。青龙湾，苏醒吧！我的天啊！荧光海是传说中的蓝色眼泪荧光海，太美了，这简直是仙境！我是在做梦吗？看，虎鲸！主人，小虎带兄弟们来跳舞啦！他眨眼了，他在跟我们打招呼。不可能，这里怎么可能有野生的虎鲸群？怎么可能有这么大范围的荧光海？裴向南，自己废物就别怪别人做不到。这就是裴大少爷说的商业欺诈。要是这叫欺诈，老子愿意天天被骗。裴家真是越来越没落了，自己没本事，天天跑来龙海度假村丢人现眼。诸位，这只是龙海度假村的日常意境，未来我将带大家见证更多奇迹。哈哈，江川，你不是狂吗？不是靠那尊九彩血珊瑚狂揽客户吗？老子偏要毁了你，把海星全部给老子倒下去！我要让他的青龙湾明天变成一片死海！少爷放心，这3万只长鳍海星下去，不用3天，他那10几亿的血珊瑚连渣都不剩。天哪，这是长鳍海星，怎么会一夜之间冒出几万只？珊瑚要保不住了！江川，出大事了！海底全都是珊瑚杀手长鳍海星，密密麻麻全是，这绝对是人为投放。什么？长鳍海星那玩意儿一旦泛滥，整片青龙湾的生态就彻底毁了。江总，这可是毁灭性的生态灾难啊！国外治理长鳍海星全靠人工潜水，用毒针挨个注射，3万只，你们就是花10年也清理不完啊！完了，那尊12亿的血珊瑚死定了，这度假村还没开业就废了。裴向南，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逃，还好我留了一手。系统，打开灵海空间水下通道，把我在空间里用灵液培育的大法罗放出来。江总，你站着不动干嘛呀？赶紧调潜水员下去捞啊！晚了就来不及了。长鳍海星，生物防治就够了。可是生物防治需要2级保护动物大法罗，哪有这么多？等等，这是什么？我的妈呀！快看水底下，那是什么怪物？刻刃还在发光！大法罗，2级保护生物，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奇迹！这简直是打破生物学常理的海洋生态奇观，太壮观了！江总的青龙湾连2级保护动物都这么多，简直神了！江川，你到底怎么想到的？竟然养了这么多大法罗！早在放下红珊瑚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人可能会搞破坏。长鳍海星是珊瑚的克星，又被大法罗克制，所以我养了不少大法罗，以防万一。有人搞破坏？难道是？没事，等对李元亨的调查出来，裴氏蹦跶不了多久。哈哈哈哈！江川，
这个时候你那尊血珊瑚估计已经变成一堆白骨了吧？跟我斗，老子让你倾家荡产！裴少英明，这海星群根本就是无解的生态灾难，这次他必死无疑。不好了，裴少，这江川养了很多大法罗，我们的海星全都被吃光了。这不可能！大法罗是2级保护动物，哪有这么多？裴少，海星全部被吃光了，红珊瑚几乎没受伤，江川他们又赢了。今日青龙湾珊瑚群惊现长棘海星群，不过度假村的江川先生提前饲养大量大法罗，防治长棘海星。川，你这个怪物！快点！主人，我突然想起来了，昨天有坏蛋在海里盗海星，他们还有相机掉水里了。主人，你快来找我拿！太好了，说不定能录到裴湘南的证据。主人，你快看！这下证据确凿，裴湘南，我看你怎么逃！哼，阿刚，连上现场 LED 大屏幕，让大家看看裴大少爷昨晚在青龙湾干的好事。好嘞，川子。哥儿几个看好了，这就是裴少连夜弄来的3万只毒海星，今晚倒下去，明天江川那度假村就得彻底完蛋。裴少说了，出了事儿裴家兜底，让江川那小子狂。卑鄙，无耻下流，自己没本事，居然用这种反人类的手段毁坏自然生态，投放外来物种，必须要让裴家坐牢坐到死，联合抵制裴氏集团。重大突发新闻：裴氏集团邵董涉嫌重大生态投毒罪，现场作案视频曝光，证据确凿，裴氏集团股价面临崩盘。开快点，再开快点！江川报警了，视频全网曝光，这下真的完蛋了。里面的人听着，你们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重大生态投毒罪及恶意商业竞争，立刻下车接受逮捕。完了，这下真的完了。裴湘南，你的时代结束了。李元亨在里面等你好久了。这里可是黑沙礁，从来没有人敢在这里下水。我们真的要在这捕捞吗？是啊，江川，今天就是度假村开园的大日子，晚上还要举办百仙夜宴。如果在这里出了意外或者空手而归，那晚宴可就搞砸了。哈哈哈！你们就把心放回肚子里，看我表演吧！今晚的晚宴绝对成功！哦，我的天主，这不仅仅是食物，这是上帝的神迹。这种鲜美让我感受到了海洋的灵魂。这也太好吃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海鲜。我出50万，必须给我留一个 VIP 位置。50万，我出100万。江总 ，VIP 席位先给我。各位，让我们起立，敬我们青龙湾真正的王，敬江川江先生，敬江总。江总，秦总、苏总、何会长出来了，快说有多少？有没有破1000万？1个亿，整整1亿0800万啊！我们打破了全国单日度假村营额的历史记录。天哪，1天破亿！江川，你又创造了奇迹。这只是个开始，阿刚，去兑现承诺。都准备好了。这是要发分红了，小川，有钱你先自己留着呗。我江川说好带你们赚钱，有钱一定分给你们。阿刚，开箱！我的妈呀，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我说过，
只要有我江川一口肉吃，就有大家一口汤喝。今天是我们龙海生态度假村的第一期股权分红，张大伯分红30万。江总，您就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啊！我老张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都值了。大伯，别这样，别这样，都是一个村的。江总，李大婶家分红40万现金。谢谢，谢谢。青龙村出了真龙啦！谢江总。